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中東嘅對峙局面持續主導市場，布蘭特原油價格由2月中以嚟大約7成半嘅升幅，理應會令到市場全面聚焦通脹衝擊、衰退風險同埋滯脹嘅前景。不過美國股票回調相對溫和，之後仲創埋歷史新高。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仍然維持喺4厘半以下。咁樣嘅市場反應同油價大幅上升預期引發嘅增長或者通脹衝擊並不相符。關鍵就係在於能源強度，即係每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需要嘅石油或者天然氣用量。世界銀行就估算，用嚟帶動全球生產總值增長一個單位需要嘅石油量，已經由1970年嘅0.12噸油當量下降至到2022年嘅0.05噸，降幅大約8%。哈佛大學研究亦都發現，由1984年起，每創造$1000全球生產總值需要嘅石油用量，平均每年減少1.5公升。標普全球估計油價需要升到每桶150到$200嘅區間，先至會對宏觀經濟造成同過去60年歷史能源衝擊相若嘅影響。整體嚟講，油價喺每桶$100就屬於偏高水平啊，但係對全球經濟嘅衝擊已經不及歷史能源價格衝擊嘅時期。喺美國同伊朗未能夠達成正式協議嘅情況之下，市場波動在所難免㗎。不過全球經濟有力避免通脹持續上升。喺美國聯儲局年底之前仍然有機會減息一次，而歐洲央行可能只係需要加息一次。市場或者過度高估咗央行偏鷹嘅程度。我哋維持超配股票同黃金，當中超配美國同亞洲除日本嘅股票。預計強勁嘅企業盈利會支持股票進一步上漲，其中科技行業會領先。今集時間到呢度，下個星期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